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这个胡适啊有所反弹啊，但是这个金融消费者啊依然开心不起来，依然没有办法高兴。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截至收盘，沪指涨0.38%，深成指跌0.01%，创业板指数跌0.09%，两市成交额1.15万亿啊，比昨天啊少了900亿。上涨股票3800只，下跌个股1200只，属于典型的缩量反弹。上涨的时候没有量能跟进，下跌的时候量能稍微大一点，这至少说明这个参与的资金非常小心翼翼的刀口舔血，舔一口就跑。热点板块轮动非常快，一天都好几个板块在轮动，就是你稍微一不小心就被套住，散户操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当然了，今天这个外围市场表现也不太好。美国股市因特朗普关税政策引发担忧而大跌，导致 A 股也受点影响。因为咱们一向是礼让三分跟跌不跟涨，这外围环境也不太友好，都在下跌。你说咱们一枝独秀，这个显然也容易让人引起误会是不是？最近不是老说什么东升西降吗？东涨西跌吗？国内政策面也出现了一些利空消息，比如证监会和央行联合发声，对市场情绪产生了一定的压制。同时部分板块如科技股、机器人等因外围压力和业绩不确定性而承压，高股息板块和防御性板块如银行、电力、黄金等表现相对稳定。关于这个科技股这个故事最终还是落实到业绩上。我说了这个4月30号也就是这个根据证券法，所有的这个上市公司必须在5月1号之前要披露年报，而越往后这些讲故事的股票就是垃圾股绩差股业绩不好的股票它一般的年报都是集中在4月中下旬，给人感觉还有那个就是像那个小孩子考试没考好回家他那个成绩单要晚一点拿出来，考得好的人还没到家，对吧？那身影就已经传到家里了，人还没看见身影已经到了我考了98，我考了全校第1名，那绝对是但是如果考了个倒数第一的，考不及格的，一般的成绩单都是藏着的，然后家长左问右问，左右这个追问逼问之下，没有办法才掏出来。你这个上市公司业绩那个报告年报大概其也是这样。所以说越往后这个丑媳妇也要见公婆所以那些讲故事的一定会让大家这大失所望。什么算力股，什么人工智能，什么人形机器人，原来都是亏损股，没有1毛钱利润的，都是在讲故事钢铁厂把那个废弃的厂房改造一下，里面塞几块服务器这就是算力股。就问你喜欢不喜欢，满意吗？前几天咱们节目也介绍了这个金沙江创投的朱啸虎他给这个人形机器人浇了一盆凉水，说他的这个基金正从人形机器人这些项目里面撤退，理由就是人形机器人现在还看不到盈利的可能，不会有人花个几十万买一个大玩具结果这个朱啸虎他在朋友圈里这个东西一发出来之后炸锅了现在已经到什么程度呢？很多人把这个这些科技股回调不涨下跌这个责任都要算到朱啸虎头上，唱空嘛。不光是金融消费者连媒体也开始向朱啸虎开炮了。咱们老朋友咱们熟悉的这个北京商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朱啸虎代表不了人形机器人的未来。金沙江创投主管合伙人朱啸虎在朋友圈抛出批量退出人形机器人项目的表态，犹如一颗深水炸弹，不仅引发对于人形机器人行业前景的激烈的辩论，也在资本市场造成震荡。3月31日 A 股市场机器人相关概念盘中集体大跌。朱啸虎的话前几天就已经说了，你今天暴跌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呢？作为一名投资人，卖在人声鼎沸时是个人选择，也是其投资哲学。资本市场无对错之分，有看多就有看空。作为早期批量投资人，人形机器人的朱啸虎踏准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爆发的风口，
对朱啸虎而言，行业估值的暴涨已经让他前期投资达到甚至超过预期收益目标。但朱啸虎的退出只代表他个人的投资判断，并不会对人形机器人行业发展前景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呀，朱啸虎他只不过是这个早期投资人，他只不过是运气好投了这些人形机器人，他懂什么呢？所以说这个金融消费者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要上，对吧？他退出什么都说明不了，不专业就是赚点小钱，理解不了大事看不到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未来。所以说不要怕，不要在乎朱啸虎这么说，咱们韭菜冲去接盘。人形机器人当前的热度很高，泡沫论只是一家之言。人形机器人行业涉及的上下游产业链众多，有零部件、减速器、传感器、电子触觉、皮肤以及视觉系统等全产业链价值几何，市场自会给出答案。一桩完整的生意，有卖必有买，投资亦是如此。朱啸虎的退出，同时也意味着其他投资人的进场。新进场的投资人同样也有自由判断和预期，他们或许更加看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前景，因此愿意在产业链更为成熟的时候以更高的价入场。也就是说你看看朱啸虎走了，还有更多的人以更高的价格入场接盘。所以金融消费者你们赶紧上对吧？做这个山顶资本，做这个长期耐心资本。这个你看这个北京商报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兄弟们给我上，韭菜们给我上，韭菜们给我顶住。朱啸虎看到的是人形机器人行业高热度下的所谓泡沫，新进场投资人却有着不同的视角。政策端对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内的未来产业都有持续性的重点布局，行业端技术革新频频，资本端仍不缺持币后产者，消费端商业化落地出现端倪。这个北京商报的这个文章它这个说法不光是人形机器人可以这样，它用在哪个行业它都可以用这一套这个话术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话术。一般的要用话术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就是个骗局你看以房地产为例吧，政策端是不是一直在救市？行业端这个房地产行业是不是现在推出第4代住宅资本端是不是有大量的刚需或者是有钱人拿着钱准备买房？你这么一说，你看房地产有什么好担忧的？马上要暴涨。你看这是不是一个话术吧？你用的哪个行业都一样，它不就是个骗局吗？说显然投资圈和资本市场的短期恐慌带着固有的非理性，他把人家现在撤出叫非理性，那些削尖脑袋往里扎的那叫理性。果然一个颠倒黑白乾坤大挪移。他们过度放大了单个投资人对新兴行业发展的影响力，和投资者买卖股票一样。朱啸虎的退出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几次卖出操作，过度解读更像是杞人忧天。就说到现在北京商报他也没能回答朱啸虎的疑问，就说你这个人形机器人怎么赚钱？你说1000道1万，什么产业链上游、产业链下游，什么视觉传感系统，什么操作系统，这个系统那个系统这都是产业链上，因为它产业链长，所以它有价值。那房地产的产业链更长，怎么房地产现在还需要救呢？也就是你看这些喉舌为了忽悠这些散户进场，为了让你倾家荡产，他也是操碎了心由于这个最近沪市这个走势对金融消费者不太友好，所以这些金融消费者还有一些专家现在又开始向监管部门提议，现在他们认为沪市的交易量这么低似乎要扛不住了。这个罪魁祸首是量化交易。传言说近期多位投资者向证监会提交建议，要求对量化交易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市场传闻监管层正在研究限频率，具体方案包括将量化机构每秒30笔报单上限压缩至80笔，同时对普通交易者交易系统增设0.1秒延迟。某券商技术部门透露，已有3家交易所会员单位开始测试交易延迟系统，通过随机分配网络路径方式平衡交易速度差异。这种技术手段类似新加坡交易所的断流器机制，可有效防止高频交易商利用时间差收割散户。这个显然又是典型的是拉不出屎怪地球引力这个监管部门在交易这一块
一直在迁就这个金融消费者。实际上，这个胡适的毛病，它并不是在交易这一块，对吧？这个胡适根深蒂固的问题，说来说去啊，是权钱勾结的问题，是监管不严的问题，是欺诈上市、财务造假，而且是系统性的财务造假。每一个上市公司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交易这个反而很公平，你说人家1秒钟报300单，这个不合理，那怎么样合理呢？有一只股票啊，叫中旗新材，就可以看出啊，这个咱们胡适啊都是一些什么货色。媒体报道啊，这个中旗新材，它这个限售时间一到啊，闸门刚打开，湖北老板火速撤离，一口气提走8个亿，也就是减持啊。中旗新材刚上市的时候，就有人预测上市即巅峰，也就是这个企业啊，他玩命的就是奔上市去的。为了上市，他不停的粉饰自己，一切都是憋这口气啊，上市才能解决他所有问题，也就是把这个问题交给金融消费者啊，就像那个什么马可波罗瓷砖一样，带病上市，就是这个企业它没有什么前途的。但是人家方方面面所有的指标都按照你上市规则来设计的，来打扮的，所以你还不能不让它上市。但是明知这个企业上市就完蛋，但是你还得让它上市，你说这叫什么制度？说如今再看一语成谶，从中旗新材上市前几年以及上市后的利润柱形图来看， IPO 的2021年是高峰巅峰啊，也就是那一年它上市，所以那一年它业绩是最好。不过巅峰过后就是倾泻疯狂的过山车走势，又一次印证了部分企业 IPO 的一大定律： IPO 前啥都好， IPO 后一团糟。而如果再把这个定律说的直白一点，有些企业的实控人 IPO 的根本目的恐怕就是为了把公司卖给股市，卖给金融消费者。这就是对吧？贝莱德基金啊在那儿控诉的啊，根本就买不完。3年限售期的闸门刚打开不久，中旗新材的实控人就火速撤离。近日，中旗新材发布公告，实控人周军及其团队拟顶格转让 29.98% 的股权，也就是把他控股权全卖掉了，这公司他都不要了，从而让出实控人之位。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也就是不触发这个 30% 的分界线，29.98% 的比例刚刚好，就是正好达到了这个控制权转让的这个地步，但是又没有达到要约收购的这个门槛。而如果你要把它所有的 30% 全卖掉，那对不起，这个收购的人呢，你得把剩下 70% 那个公众股份呢也得买走，要约收购。你看看人家就擦着底线，就问你服不服。人家既要把这个公司卖掉，又不要涉及要约收购。那么这个一操作啊，这个实际控制人周军一次提走8个亿，但是这个周军啊还持有剩下的 20% 股份。但这个 2% 股份呢，因为他已经不是实际控制人了，他不是第一大股东，他是第二大股东，所以以后他就可以慢慢的再减持。有多少企业像这个中旗新材这样的处心积虑的上市，就是为了套现，就是为了把公司卖掉？我们不禁要问啊，这样的企业它是怎么混进胡适的？你还不是监管出了问题吗？马可波罗啊，这个陶瓷那么多人反对，它依然能上市，谁能阻挡得了？今天啊，关于股市啊，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小米汽车啊，在港股啊，小米好像暴跌 5%。为什么暴跌呢？跟3天前啊，在安徽池州发生了一起车祸有关啊。根据媒体报道啊，3月29号晚上10点半，一辆小米苏7标准版在德尚高速公路池岐段行驶过程中遭遇严重交通事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车上一共3个人，3个年轻的女大学生在车里面啊，2个当场烧死，另外一个抢救过程中啊死亡。这3个人呢，他们相约是从武汉好像开车到池州啊，参加什么公务员考试，还是什么事业编考试。这是综合媒体的报道啊，还有家属的这个陈述啊所得到的。那么这个车祸怎么会导致小米股价暴跌呢？因为啊，这起车祸跟小米苏7自动驾驶有密切关系。小米公司发言人啊公布的这个信息啊，这么说的。他说，据初步了解，事故发生前车辆处于 NOA 智能辅助驾驶状态，以116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持续行驶。事发路段因施工修缮，用路障封闭，自车道
改道至逆向车道。车辆检测出障碍物后，发出提醒并开始减速，随后驾驶员接管车辆进入人驾状态，持续减速并操控车辆转向，随后车辆与隔离带水泥桩发生碰撞，碰撞前系统最后可以确认的时速为97公里每小时。那么根据家属的说法啊，当时开车的人是武汉某高校的学生罗某，乘坐这个车的还有他的同学李某与另外一所学校的朋友霍某，结伴出发安徽池州参加某岗位的事业编制考试。这个罗某就是驾驶员的母亲啊，告诉正在新闻，罗某出发前告诉他三人会乘坐高铁前往池州，他嘻嘻哈哈的给我说他们已经上高铁了，实际上他们是开着这个小米的苏7。根据记录啊，说晚上10点27分，罗某以116公里每小时开启智能辅助驾驶，也就是进入智驾模式啊。10点44分，在路过中阳至祁门路段时，车辆与高速水泥护栏发生碰撞起火，罗某、李某当场死亡，霍某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参与急救的医院也告诉正在新闻，等他们赶到，前排2人烧没了。这3个人啊，年龄都在21到23岁之间，应该是大4的学生。罗某的母亲说啊，这辆小米苏7为罗某男友购置，他是第一个知道车辆发生事故的人。因为这个一发生事故之后啊，那个有关部门或者小米啊，他就联系上这个车主。罗某的男友啊，第一时间联系张杰，也就是罗某的母亲，从武汉出发赶往铜陵市。那么罗某的母亲张杰啊，认为女儿罗某一定是开启智驾时发生事故。他为什么这么断定呢？是因为有一次啊，张杰和他女儿罗某从武汉开车去深圳，这1000公里的路程啊，女儿多次告诉他智驾非常安全方便。虽然这个张某啊告诉他的女儿啊说智驾现在技术不完善，不能盲目相信，自己开才放心，也就是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上才安全。然后这个张某还说他女儿啊，说你一定会后悔。但是这个罗某啊，他就坚持认为智驾非常安全，比人开还要安全。但是小米披露的事故啊数据中啊，也显示了罗某啊在事故发生这个前后啊他是使用了智驾的，直到这个系统提出啊这个警告预警啊，他才从智驾中啊接管车辆。所以作为家属啊，这个张杰他认为小米智驾对这起事故有无法摆脱的责任。那这个事故非常惨重啊，3名啊马上要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就这么被一个交通事故啊，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啊，实际上这个智驾是一方面啊，就是车祸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为什么发生了车祸，这3个人一个都没能出来。说根据这个当时路过的司机啊反映，这个车一撞上之后不是马上就爆炸就起火，对吧？它起火还有一个过程，路过的司机啊就去抢救，车门打不开，也就是从外面也打不开这车门，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它起火。所以在我看来啊，这个小米苏7啊，这个交通事故不仅跟智驾有关，跟这个车门锁死也有关系。所以小米的股价暴跌啊，这也是人们啊，这是资本市场对小米的一个不信任。现在新能源汽车啊，各种过头宣传啊，过度营销啊，还有一些华而不实的设计。这个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一碰撞就起火啊？这个是跟它自身的特性有关系，因为它那个电池啊，就这个性格啊，就这种特征啊，一撞它就容易起火，比那个油车更容易起火。但是一旦起火啊，它就短路，一短路这个车门就会被锁死，至少从外面你是开不了的，给这个施救啊增加了很大的障碍。虽然小米自己说了啊，这个车门锁死以后啊，就是汽车断电了，没电，然后它在车门啊什么正上方、下方、左方有什么安全这个什么扳手啊，就是能够把这个门打开。但是这些东西啊，在这些新能源汽车企业中啊，他们更多的宣传是车的自动化、智能化，他有意无意的，他不去宣传这些，对吧？怎么样在断电的情况下，从里面很方便的把门就能打开？买车的人很难注意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啊。即便注意到，当高速上发生碰撞，这个一旦驾驶员和乘客他没有能力实行自救，他就没有办法从里面把这门打开，这个就是时候就需要外面人施救，但是外面人也没有办法把门打开。你看，我认为这是新能源汽车啊设计的一个致命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一撞，最后总是会烧死人，
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每天就知道吹各种芝麻绿豆子这种华而不实的功能，对吧？车里面吃火锅，车门不夹手，但是夹脑袋，就是这种啊，吹得特别厉害。但是真正的保命的，它反而看不到有什么措施、什么突破，对吧？也就是把这个钱呢，都是花在那些大冰箱、大彩电啊，这个按摩座椅，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惨剧啊，就频繁发生。这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认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对这个重视度不够，就是车一旦碰撞就起火，起火就断电，断电车门就打不开。第二个就是辅助驾驶，这个大家都能看到啊，很多新能源汽车把这个辅助驾驶吹的是天花乱坠。我记得这个对吧？前不久不是有媒体报道吗？这个智驾呀是要求你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如果你手离开方向盘，它就自动会切回，也就是强行切回这个人类管控的这个模式啊。如果什么你犯规几次啊，你犯规2次，你这智驾系统就被锁死了，你就用不了了，你非得对吧？这样考交规了，你怎么样才能解锁？吹的是神乎其神的啊，对吧？有的车企啊，对吧？前面3-4年都是极力反对智驾，认为智驾就是智商税，但是某一天突然说他们也要搞智驾，而且他们就是世界领先最先进的智驾，就感觉这个智驾就是个儿戏一样的。在这个智能驾驶这块，这些新能源汽车都是过度营销啊。虽然它的那个驾驶员手册啊，这个手册上面写着，对吧？这智驾必须要人参与啊，这个智能驾驶只是辅助驾驶，但是你宣传的可不是这么宣传的。所以很多人买了车之后，他是根据媒体宣传过度营销，他对这个车啊，智能驾驶他的认识是这样。虽然这个手册里面写着免责条款，哇，你要智驾出了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就跟那个开发商卖房子合同一样，对吧？销售讲的是一套，合同里面又是另外一套，就是骗你啊，这就是过度营销。我还发现啊，这个小米苏7这个驾驶员呢，罗某，他开的这个车啊，是她男朋友买的，送给她的。这个车落户在男朋友的名下。根据这个罗某的母亲说啊，既然是送给这个罗某的，为什么在男朋友的名下呢？是因为啊，他这个车是贷款买的，这个罗某当时是大学生，没有贷款资格，所以男朋友就把车放在自己名下。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啊，这个小米的营销啊，这个车都卖给谁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小米这种营销非常厉害？它刚上市的时候20几万呢，27万吧，咱们都说贵，小米它居然开门红，据说卖的不错，大家就怀疑啊，咱们都说消费降级，大家都没钱了，那怎么他这个20多万的车卖的这么好呢？都谁有钱买呢？你通过这个你就发现了啊，原来啊是这年轻人，这大学生没有消费能力，但是他能消费得起苏7，贷款买小米苏7，只能说明啊，小米的这个营销确实厉害。这也是对吧？小米啊下一个 SUV 对吧？要卖50万的这个底气啊。总之啊，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智商买单。还有一个，我对这个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呢，我也有意见。我不知道大家经常开高速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这个高速公路上堵车，高速公路上莫名其妙的车祸事故，都跟高速公路管理有关系。一个高速公路不停的在修，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修。这一次事故啊，恰恰就是因为高速公路又在维修。维修它是怎么弄呢？对吧？把一边的车道啊给它堵上了，然后把这个双向车道啊，它把引导到对方啊，另外一个车道啊，它给它中间用隔离带给它就是单向车道变双向。这个首先第一个人为就制造这种拥堵，第二个就涉及到这变向，因为你本来高速公路你是直着走的，结果到那儿开始你必须得拐弯，对吧？要拐到对方那个车道里面去。实际上它这个小米苏7撞的就是那个高速公路中间的那个隔离带，那个水泥灯，也就是它转向没有来不及。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高速公路管理部门要赔钱，就是他也承担责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经常走高速公路，我也不知道这些高速公路一天到晚修什么。他只有维修他才能赚钱呢，方方面面，对吧？可以拿这个做唐僧肉啊。你不维修，那大家怎么赚钱呢？在对向逆行车道里面，再把它分成2个车道，你说他修个路吧，导致双向都要堵，而且都要变道，在晚上视线不太好。即便智驾啊发现了前面有障碍物，等到这小姑娘接手的时候，反应来不及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期惨剧啊，归根结底是小米的过度营销，是新能源汽车固有的顽疾，是高速管理部门这个3者合力造成的。另外一个啊，我也告诫网友啊，走高速啊，尽量不要晚上走，就是你要开车走高速啊，一定要把时间规划好，哪怕早上起来早一点，天刚亮你就走，要避免夜里晚上就是
就是天黑下来之后啊开车，因为确实晚上视线比较差，反应慢。我认为啊，这个事情不仅对小米汽车啊是个打击，对新能源汽车，对什么自动驾驶，实际上都会敲一个警钟，让大家冷静下来，再思考思考。真正的智能驾驶恐怕还要5年以上磨合改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